可能闽南语有一种讲法，范式，甲有补写的平凡之势，如何有可能的意思呢？快乐的出旁，就无人会去写即字啊。啊有转换的余地无？若换一个角度，也许就有可能啊，是吧？所以范式若换位思考，就出现可能性。范式安尼写就真有道理啊，是吧？倒手的棍啊，换正手拿，换个姿势再来一次。即字是甲句文的换，换一个姿势，范式安尼写嘛，真有可能。范拄势可能的搁另一个讲法，正拄巧就是正拄好，啊时间的卡处枪黑就是来得刚刚好，卡处就是枪，抢拄抢，意思就是好死不死来得这么刚好。啊闽南语的诗句，抢拄抢就符合3000年前的《诗经》的讲法。范拄范可能的搁另一个讲法，即字拄牛角在相拄，意思是双方势均力敌在较量，胜输胜赢拢有可能啦。即字读书是已经绝种的水牛，若是两只书用角在相拄，就是在相输，就是在比输赢。咱即马讲的打赌就是相输。啊，教育部的相输是还未比就成输啊，输已经绝种啊，相输当义文化，闽南语要得讲的诗句，咱甲传落去，好无？